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初6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咱来关心俄乌的战争，有真侪外籍的志愿军去到乌克兰参战。咱花莲冒出一位25岁志愿军，号做詹信光。不过，伊即马煞传出伫咧11月初2的时阵，去互战车的炮火拍到，不幸死亡。咱的外交部表示，当咧协助詹信光的家属去当地见最后一面。伫咧 FB 大正在穿军衫伫咧乌克兰做兵的相片，手顶头有国旗的背章。25岁台湾籍的志愿军詹玉红，本名叫詹信光，伊 FB 动态资料10个时阵还有新的，也毋过外交部证实。詹信光11月初2伫咧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利曼境线出任务，甲俄军的装甲部队战斗，不幸和战车炮火射着死亡。乌克兰的战地指挥官已亲自向乌克兰的国防部证实，我国曾姓的国人已经不幸罹难，而目前尚待家属进行确认身份。乌克兰政府部门将接办后续的处理事宜。詹信光伫花莲的家属接到消息，真伤心。詹信光细汉时阵北搬去贝里斯大，高中才转来台湾，因为真想要做兵，高中毕业了签志愿役去做兵，24岁退伍。家属讲，詹信光个性真活泼，真有正义感。俄战争拄开始时阵就讲想要去参战，虽然出来人有几多面解可抗，也毋过也是无法度改动。曾圣光呢，目前他的遗体呢已经移到了第聂伯罗市的军人殡仪馆，那应该是有这个冰存起来。刘义旺政府讲，家属希望会当见詹信光最后一面，外交部会赶紧协助安排。最近参战的日本志愿兵也伫咧推特大詹信光的相片，怀念两个人做伙训练的迄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当来关心国内警方最近抓到诈骗集团，骗人去食头路，事实煞甲人关起来凌迟的案件。警方检方初5半暝，将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或者低档的35岁姓陈的查甫人，依照杀人罪嫌向士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等待法官今仔日开庭讯问裁定。受害者想要找头路，煞被诈骗虐待，甚至有3个人死亡，尸体被弹掉。伫即马诈骗集团的人一个一个被抓。士林地检署初5案，甲疑似主嫌犯外号叫做地档的35岁姓陈的查甫人，依照杀人罪嫌向士林地检署申请羁押禁见，等法官今仔日开庭裁定。说是一定有啦，但也是比较难过的部分啊。那我希望法律能判重一点啊，把人家害死是真的有点可恶啊。死者的家属无法度原谅，要求司法爱予因一个公道。因若被救出来被害者也规身躯拢是伤，讲因这段经历实在是真恐怖。他们人生好棒啊！我比较伤害，在那边我哭了很多次，都躲在车处。我那时候其实要多转是10万，对。然后因为我是要付破款钱，跟我讲说，你的资料审核通过了，我带你去公司那边领钱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走，然后我们就被扣住。这件案件，警方是先伫咧新北市的淡水救出26位受害者，继续追查了，如果伫咧桃园中立救出32个人。士林地检署正罕见的出动要甲30位检察官分工审问这件案件，已经有13位嫌犯被羁押禁见。诈骗集团除了伫咧网络顶看广告，讲有亏要找人，要做你的存款簿啊，加小额贷款，甲你骗，也毋过靠做就摕到啊，那个白帮人。他们一旦放他们走之后，被害人有可能立即去报案做警示的动作，那这账户就不能使用了。这个个案，是非常残忍哦，而且惨绝人寰哦，检察机关一定会全力来做一个清查。规件案件恐惊是也未抓到幕后的主使者，警政署长吴明昭下令扩大侦办，要让残忍的诈骗集团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几日北部、东北部也有东半部的天气拢较冷，其他所在早暗嘛较凉。伫咧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有阵雨，那宜兰有可能会落局部大雨。咱来看分图。
今仔日北台湾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中南部是早暗较凉，温差较大，各地低温大约是18至20度。早起上低温伫咧宜兰县的五吉乡，敢若16度7。日时的高温，桃园以北、宜兰、花莲大约是22、23度，其他所在是有到25度以上的高温。明仔载开始到拜三，东北季风会较减弱，会变好天，气温嘛会回升。不过早暗幽原是会较冷。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伫德国的7大工业国外交部长会议结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有日本的外交大臣林芳正，测试伫咧会场边会见，因双方关注中国的动作，也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再来是《联合报》。囝生了少对招生的冲击渐渐扩大，有的私立大学明年的个人申请甚至敢若看1、2科的分数尔，这是引起基专效应的烦恼。因讲可能放零录取的标准就有职业专校的学生会专心去读迄几个科目，唔准备因的技术类科，安尼咱未来的技术人才品质可能会有问题。落尾是《自由时报》。流感的预防车10月开始做，1个月阁扩大到50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去做。有医学专家就指出，做流感的预防车，哪会当预防流感染病变成重症？就连国际医学期刊嘛发现讲，做流感的预防车会当减少2-3成的中风的危险。再来看是药事专家会议，初三审查通过认证高端疫苗有保护力，保掉高端的 EUA。不过国民党就质疑讲，会议的名单无公开，嘛无提供数据，要求就要公开专家讨论的过程。啊，若是药事就表示讲，为着要避免专家也是因的亲人互人骚扰，像其他 AZ、BNT、Moderna 等等的疫苗，审查委员的名单嘛拢无公开。食药署初三暗宣布通过高端疫苗保护力审查，高端疫苗无需要向取消紧急使用授权。EUA 指挥中心也伫测试提出4大手办新冠疫苗保护力数据，若部分年纪，做3期高端的保护力，甲莫德纳参 BNT 同款。国民党早起召开记者会，指出国产疫苗调亚拢支持，也毋过需要通过科学验证，也毋过即马煞违反科学，恶想护航。不是用情绪勒索以及举手部队的方式来政治护航。我们绝对不支持在黑箱作业下产生的国产疫苗，同时我们也要求高端必须要靠着实力赚钱，而不是靠着政治护航。这期审查细节啊成员拢无公开，国民党要求应该公布会议记录，依照公信提出食药署回应。审查过程，专家会议以纸本记名投票，为了避免专家个人也是家人受到骚扰，为 AZ、BNT、莫德纳到高端等疫苗，审查委员名单拢无公开。卫福部也提食药署经费会议使用标怪是民主程序。分析出来的资料，那要让我这个委员会去判断说是否接受或不接受，那这当然是要表决了，因为每一个委员都是独立的个体，他都可以表示他的意见。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登赴，拜六增加25523例本土病例，增加67人死亡，增加个案比顶礼拜同期减少21.4%。指挥中心统计，这一波疫情以来，国内累计移动重症已经有261例，其中37例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选战的消息，昨举办台北市长选举的电视辩论会，蒋万安陈市长甲黄珊珊3个候选人，针对大巨蛋，也有囝生了少的议题，阁有内湖的交通来辩论。落尾结论，蒋万安是继续攻击疫苗采购的争议。陈市长是讲，伊袂想要选总统，敢若希望人生上尾的功绩是做台北市长。那黄珊珊是讲，伊若是当选，就会当随动手处理市政，袂像哪力会继续小答。也请3位候选人为彼此加油，展现君子风度。
台北市长选举头一场辩论会登场，拿着被3组候选人共场竞争，黄珊珊穿白色西装，蒋万安陈时中拢选着深色西装，领大是跳出拿着色。第一阶段评论，蒋万安大声发言，除了用台语介绍家己，后续将重点放伫批评陈时中。那陈时中随反击，两个人会有20招。请沈忠先生不要让台北市民在层层的疑云当中困惑，以至于让全民被民进党困在巨大的黑箱当中。其实我只有一句话：这些问题不是都问过了吗？你又来了。一直在问这些问题，装睡的人叫不醒。这1年来，你们对台北市的了解有多少？这1年多做了什么功课？你们又要如何向台北市民证明你们具备了即战力呢？黄珊珊伫拿力结束中，毋望家己会当乘做台北市头一位女市长第2部分互相质问。但是中想提出大巨蛋备案，黄珊珊问小组化规矩，蒋万安是问安怎解决内湖交通3个人对政策拢各有因的见解。蒋万安提生育奖励，陈时中也主打补助。强调家己上会当甲中央沟通，黄珊珊表示尽量无要互交通恶化。昨日媒体发问，但出空中保台相关议题，检视两化立场。问了我们说，我们赞成不赞成同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的 DNA。面对1国2制，当然是反对到底。我们当然是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也难怪网友会在网络上说绿共一家亲。我已经多次公开说过，民主自由跟独裁专政是不可能并存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最后结论，蒋万安阁提出要不要采购，但是中诉求防疫公平应记。黄珊珊是批评拿着恶道，以各自风格继续辩论。我们甚至可以想见，他们当选的第2天，蓝绿就会开战。反之，如果是黄珊珊当选，我第2天就可以上工，无缝接轨。我是那个全力以赴的蒋万安，是那个撑起台北的蒋万安，是能够把正向力量、善良正直带进这座城市的蒋万安。我没有想要选总统，我不是柯文哲，我也不是蒋万安，更不是侯友宜。我只希望把我人生最后一段的公职旅程，奉献给我最爱的城市台北。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台北市长选战的电视辩论会，有学者认为3个候选人的表现拢较普通，针对政见的辩论无够多。嘛有资深的媒体人就评论，黄珊珊对政策是真了解，蒋万安攻击的力头真强。若陈时中是用感性来打动人心，伊认为这3个人拢拍安全牌，这间的辩论有影较无聊。3位候选人先礼后兵，大政集群登来到港台互相辩论。第一阶段申论，国民党蒋万安首先登场谈政见，不过在抨击疫苗政策互相。后来民进党陈时中上场，先批评蒋万安相关的问题问3遍，也提出蒋家议题，结果以政见来收尾。而无党籍黄珊珊批评对手政见无实际，强调要杀到国民党甲民进党争权的围墙。头一段表现或者是各有观察。第1位的蒋万安跟第3位的黄珊珊，相对的来讲，讲的内容比较实在。陈时中先生呢，当然他基本上也是顾到了全面，但是有一点点又是在挑动反蒋或者拥蒋之间的这个情绪对立了。蒋万安跟这个黄珊珊，他们可能是想要选卫福部长还是怎么样？以现在一个市民的角度，我其实对于疫情或者是疫苗、口罩这些东西感到相当的厌烦。我不想要再听到这个，我想要听到更多关于政策的讨论哦。这场选前为一场台北市长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公司这部特别报道，邀请学者专家上节目同步观察评论。学者专家认为较无特殊的所在，并且认为3位候选人整体来看，依然是规矩矩，各有优缺点的所在。政策最娴熟的其实是黄珊珊啦，她前面论述的部分我会觉得非常可惜，我帮她捏一把冷汗，但是她到后面结论的部分，我是觉得整个是帮她大大的加分了。蒋万安是相对可惜，她的口号真的喊太多了可是我会觉得比较亮的是说，哇，这个蒋万安他的质询的，他那个攻击的力道非常的强那陈时中他当然是用比较多防疫的部分啦，防疫的部分来想要动之以情，是讲说中央关系好。那如果未来你跟台北市的利益有冲突的话，你会为台北市民争取权益吗？
资深媒体人柯秉桥认为，三个候选人拢拍安全牌，互辩论小可较无聊。台师大教授柯兆祥认为，对着候选人来稳固原本的政党的票源有帮助。另外，东吴政治系助理教授陈凤如是认为，这场无特别引人注意的辩论会，政治辩论小可较不足，不过各自的支持者应该拢有使找到继续来支持的理由。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高雄11月12要举办市长候选人的政见发表会，所有偏蓝被众野质疑讲，提问人有1/4的成员是市长陈其迈的人，无够公正。国民党的候选人郭志恩嘛表示，嘛要求选委会得爱说明。选委会这边是表示讲，这个学者专家的名单，拢有经过候选人的同意。那陈其迈是批评讲，那赢是到日到，才会反起反倒。听过两边拢是支持者，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关志恩加党主席朱立伦这人为市议员候选人来徛台。大选即要到啊，高雄市长公办政见发表会，要22以辩论的方式来登场。不过有人其实发文质疑辩论会提问人的名单不公正。为什么把具有这些政治倾向，特别还包括陈市长、后援会的会长、智库执行的人都会放在所谓的提问名单当中？我想这个选委会势必要讲清楚。关志恩来选委会讲清楚，因为列出部分提问人的名单，包含陈其迈高雄地库总调集人、观光产业协会会总会长、加陈桥市府秘书长等，质疑这个人全部是市长陈其迈的人马。对此，高雄市选委会认清入来名单拢是由学界专家也是公益团体代表等组成，名单要交由候选人各自排序。他最希望谁担任的，他建议好，后来我们就会把他们缴回来的序号来相加，按照序号最少的，我们开始询问他有没有意愿来担任。陈其迈定也是反击提问人的作业方式，加排序早在顶个月协商会议，四个候选人就特成共识。国民党这阵却是临时反悔。怎么会在柯志恩都圈选，而且排过顺序之后，然后出尔反尔不承认，然后认为这份名单其实是不公平的？选委会是独立机关，我们尊重选委会的安排。无受到政治的影响，陈其迈规工走市政也走选举行程，离投票日剩不到1个月时间。国民党甲民进党定年拜六也是各自努力来争取更加多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今年4月有一台阿里山林铁的工停车经过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新木站的时阵，因为列车长控制无好势，去损坏着铁基路。即马就有人出来指控讲，阿里山林铁甲文资处拢无通报，阁无处理。不过文资处这边是否认暗砍这件代志。明年就要变成全线通车的阿里山林业铁路，是阿里山推动观光真重要的交通设施。不过有民众向媒体投讲，今年4月林铁的工程车因为不认道操作性误，伤到铁基路，到今拢无好好处理，让人真烦恼铁路的交通安全。今年4月28号，阿里山林铁工程列车张姓列车长因为操作转侧器失误，发生急岔，列车并未出轨。阿里山车站当天就依规通报，并且登录安全管理系统。林铁文资处表示，迄天有电脑入去安全系统内底，但是因为不是重大，也是一般行车事故，所以铁道局嘛发文要求改做后地机处理错误事件。为了要改善这个情况，即马林铁嘛全面加强操作不认道的规定。自10月1日起，实施阿里山林铁全线转侧器方位统一的措施。目前也继续在沿地起雾地区增设辅助灯号。针对民众认为有暗扛的情况，林铁文资处讲已经暗算伫11月16要来召开考核会议，检讨相关的责任，嘛有配合铁道局的要求来通报，绝对无暗卡。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新竹地区，因为是玻璃原料重要的产地，即马新竹文化局就邀请21个艺术家用玻璃来创作讲新竹的故事。民国50年代，新竹有真侪家庭厝内拢是做电火球啊代工，嘛是在地人细汉时的记忆。文化局邀请21个玻璃艺术家来到新竹。用作品来讲新竹玻璃的故事。是对玻璃都有一种好奇的心态，就是说它在某种技法或是某种空间当中，它会产生一种非常大的一个魅力哈。就是比如说我把一个玻璃做成一个霓虹灯以后，它所发出来的光
这个是非常使我着迷的一个媒材。这样展出里面可以看到这些玻璃艺师他们自己过去的一些成长转型的经历，然后他们自己的人生的一些态度看法，是以故事的形态，以他们生命的角度、成长角度去做这样的一个切入。艺术家讲，随时代产环境的改变，玻璃产业面对现实，就要利用工艺转型甲创新来改变。不过在过程中，确实真无简单。玻璃龙浆这个雕塑法，也是属于一种评委的评委的行业。那在台湾呢？在台湾现在目前来说，也将近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技法，现在目前也剩下我在做。这个子弟能来共同学习来把这个技术把这文化跟这传统继续的延长下去。玻璃艺术家故事展览在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展到12月18。新竹市文化局希望大家透过展览，更加明白新竹玻璃辉煌历史。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根据民团的调查，来台湾的外籍学生主要的压力来源是甲人的互动关系、语言，也有钱的问题。不过，嘛有学生面对着互人剥削劳动力的问题，甚至有人拄着性暴力，而且因认为求助的管道无够优先。这几档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来台湾读册的外籍学生也愈来愈多。根据立兴基金会的调查，外籍学生上大的压力来源是人际关系，所来还有语言、财务压力等等。有6成以上会找同学斗3工，4成会向学校寻求帮衬。在这种文化的这种就是说冲撞，它就可能会产生蛮多的心理的这种不舒服，或是说误解。我觉得很仰赖第一线老师，其实在当场的这些处理。大部分人认为，文化敏感度是上接近外籍学生的老师需要培养的重点。另外，立兴基金会这几年也发现，过去外籍移工定拄到的问题，亲像劳动剥削等等，外籍学生也伫实习的阶段拄到。基金会也捌接到几落的性暴力的投诉案件，但是认为求助管道并无优先。在整个网络对于外籍生的不理解，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都会觉得这不是我们负责的族群啊。如果有需要安置，我没办法给他，需要语言，这个简单的英文就够了。事实上，很多专业的协助，还有法律的术语，其实都是需要专业通译来完成。立兴表示，虽然各学校拢有单位会使寻求帮衬，但是会使得到偌济帮助，就要看校方的态度。也若加入去政府系统的案例，也考验机关敢有了解外籍学生的文化、语言等等需求。这拢是现主时外籍学生愈来愈多台湾社会会拄到的考验。记者郭伯君、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全球上好野的马斯克，甲社群媒体 Twitter 买落来了后，随甲5成的员工拢是头路。即阵有一寡客户惊受到牵连，得甲广告抽掉，这嘛影响到 Twitter 的营收。推特位在加州旧金山的总部大楼，测试拢非常安静，因为这是大裁员的一天。办公室甲内部系统访问看下拢暂时关起来。推特全球员工被要求伫厝等待电子邮件进一步来通知。迄天饭店开始，真侪人发现家己工作电脑对远端封锁掉咧，有时像推特讲家己封是头路失业啊。The only way people would find out would be not any phone call or any email from their employer or their boss, but just by seeing their their work laptop automatically reboots and just go blank. 马斯克顶个月底以440亿美金收买推特，上届互外界烦恼的是，伊是毋是会读言论审查，互假消息甲极端主义的受训言论来散布。测试裁员名单顶面主管机器学习的道德规范、透明甲文职团队员工拢裁了，安全甲诚信部门裁员大约15%，2000名内容管理者工作是无受到影响。马斯克推文表示，推特自从每工损失超过400万的美金，裁员是一定爱做。每人3个月资遣费比法定的金额加5成。伊强调内容审批政策无改变，加收入下降归罪在人权团体向广告商来施加压力。不过右派不满的人偏激受训言论，早就因为马斯克买推特而攻击推特。这正是美国其中选区这边挖quyền的时阵，全国拢伫看马斯克对着推特的言论自由环境到底是变哪发展，也互非是药厂、通用汽车、奥迪汽车、食品大厂通用模仿这大客户暂时将广告摕落来，伫观察。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
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19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19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 东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外岛地区17度到25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